不舒服。也是安慰自己的一种。这样听完第一首，有要想买的冲动吗？就这样子啊。在外面没有卖之前剩下的专辑，其中主要等到12月20号，12月20号快到了，就下礼拜。其实这个专辑歌也蛮有趣的。我帮他录啊，等一下。当然我也很感谢，就是有些朋友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很支持我。就像有时候演唱会带着这些部落弟弟妹妹们去跟我一起出去表演，然后有时候把这些钱要来部落里面做一些事情，我都还是看得到这些很支持我的朋友，不晓得在跟什么，有点像狗仔队，不过很可爱，因为他们眼睛都在可爱，每次表演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，我很感谢他们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很认真唱歌，每天想的都是回家。但我也很对不起这些朋友，在那个时候我就想了一首歌，也写这首歌，献给一直很支持我的拉铁们，谢谢你们。来唱这首歌叫《糖果》。哦，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要感谢你陪我无数夜晚。哦，亲爱的，你还好吗？请原谅我。看见你感到憔悴的时候，我也会难过。我像是窗